矯情嘢一定唔幫好人。啊，你睇即係現代嚟講，可能就係嚴肅嗰啲啦。多謝 follow。即係等於讀哲學嗰啲啦，好人好姐呢個咩商業嘅社會啊，石屎森林讀咩哲學啊？算啦，唔過對面啦，等個燈位都唔知等到幾時，等到天荒地老。又有舞獅團，哇！呢啲嗰啲舞獅嘅師傅全部都好大年紀㗎咯。我考完。佢唔中意正印，佢提出離婚，但係最係唔知啊，應該算，以現代嘅標準應該算啩。即係以前嗰啲人咧，可能就奔放啲嘅冇咁多。話就話有咩傳統禮教啊，但係以前嗰啲人嘅關係係亂啲㗎，可以，好似孫中山嗰啲，我哋國父。夜晚採青採完啦啩，應該採完。那我出去跟他喝。死！我想搞爛嘅採完同埋姓金。唉，走。飛仔，飛仔。